稣需要从上帝来的拯救，要来帮助我们。即使你现在正在患难、苦难，你的心可能会有一些的忧伤，但是我们还是来感谢神。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弟兄姐妹，我们要赞美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你相信他是统管万有了吗？所有的都是在他的掌权，他在万神之上，他是配得我们赞美敬拜的真神上帝。所以等一下我们感谢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感谢：主啊，你是万有的主，你是万神之上的主哦，感谢你是给我们生命气息。那我们要承认，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哦，使我们怒气，使我们灰心丧志。求主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他。我们得罪神的，求主来止息他的怒气。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恳求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生命，除掉那些害怕。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线上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你是创造我们万有的神，主，我们的生命从你而来，我们赞美你，敬拜你。你是万有之神，你是万神之上的神。主啊，是我们健康的主，唯一的拯救。主啊，你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的赦免，所以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在十架的救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向我们止息了你的怒气，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因信回转归向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施恩赐福充满在你的教会，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使我们看见你的同在。谢谢耶稣，万有的主，万神之上的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的生命在于你，我们的盼望在于你，我们的力量也在于你。谢谢你，我们能够在这边一同聚集敬拜，是您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世人得罪你，亏缺了你的荣耀。主，你还是向我们彰显你的慈爱，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止息你的怒气在这一个土地上面。主要让我们知道敬畏你，我们才不会任凭我们自己逞心里的情欲，做出神你不喜悦的。愿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提醒我们，来洁净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一起来为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我们恳求神来眷顾，来帮助，来医治，来供应。用神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诗人强调说：我的避难所，我的高台，我的力量，是诗人的，也可以成为你的。弟兄姐妹，你的身心灵，你的婚姻感情产业，你的工作事业，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我们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看到一个简讯这个科大附这个农工全校都要停了，所以那个学业就会受到影响你看一个小小的病菌但是把全世界人搞得天翻地覆因为人得罪神要回转但是我们还是
看见神的怜悯，看见神的恩典，给我们有能够来到他前面呼求。你的灵有没有忧伤？你的思想有没有受到一些的不属神的思想影响？情感受到不准受到一些的忧伤，意志就做出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在身体上就会受创。我们恳求神来怜悯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或者是按在你心上，按在你不舒服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求神来医治、来供应、来赐福、来引导、来看顾我们。我们开口同时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原地站立起来。我们开口来祷告，感谢主。我们奉主的名来到他神的面前，我们恳求神医治的大能充满在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慈爱的大能，让他医治的大能，让他的供应来补足我们的缺乏。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后疫情时代，我们看见人心的惧怕不安，我们看到环境的威胁，我们看到冲击了我们的身心灵。主啊，求你医治，求你来释放我们，让我们的灵要得自由。主啊，你的真理在哪里？真理就要得自由。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充满在你的教会，除去一切忧伤的心理，让我们能够渴慕来亲近你，大大张口，你就必大大充满。主啊，谢谢你，万有之神，万神之上的神，是生命的主。你了解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的意念，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主啊，你是太丰富了，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才能够按着你的属性来呼求，按着我们需要大大张口，你必要大大充满。主啊，让我们的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都邀请你做主，让你来掌权。主啊，我们有属神的思想，就能够思想属上、属天的，而不是只有看见地上的这些的物欲情欲。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得着自由。主啊，让我们自由来敬拜你，我们就看见你的荣耀，我们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也成为你施恩施福的管道。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了主日来守望，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弟兄姐妹，我们在他的殿中听了他听了我们的呼求。神的殿可能在这里，也在哪里？在你的身体，在你的心里岂不知我们身体是神的殿吗？所以当你到任何处，你在呼求的时候，神都知道，这位上帝都知道。所以我们一同为着牧者团队在这后疫情时代，我们真的要很多的调整很多的变动，很多的应变那我们也为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灵命跟神之间的关系，可能透过迦南之声在家会主，透过你的灵修祷告，透过听讲道、读圣经，我们恳求神自己来光照我们。那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限制当中，感谢主。虽然又降到50，但是我们有申请，所以我们可以在100个当中我们今天也与主同桌，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们也为着在第2场有张浩峰弟兄就左富姐妹的儿子他要受洗还有一位张静文姐妹，她是慈济人，但是过去面对她生命的痛苦当中，她如何神向她走来。那个让神的恩典进入到他里面他要信仰告白从别的教派认同委身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为了我们透过全人生命教育协会，这是教会对城市对外面的一个管道窗口让人透过这一些的活动管道能够进入到教会，那牧区继续来关怀牧养，从儿童一直到成人那我们知道看见很多这些新
您的需要渴慕哦。那感谢神，我们需要来帮助他们认识主。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呼求神使用我们，使用迦南教会，使用我们每一个家庭，成为社区，成为我们亲友的祝福。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要宣告你的灵要充满在凡有血气的，渴慕你的儿女，敬畏你的儿女的，都要蒙福，要成为有福的人。主，谢谢你今天早晨的敬拜，与主同桌。我们必相信神，你透过我们领受你的恩膏，领受你的权柄，要进入到人群当中，要使他们得益处，使他们得喜悦，能够建立他们得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感谢主的怜悯，我们才能够站在这边。感谢主的拣选，我们才能够成为你施恩世人的管道。感谢你使用你的教会，就是我们迦南教会，或者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福音福利的管道，也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用诸般的智慧同得福音的好处。主啊，谢谢你今天早晨的敬拜，求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今天我们领受的话语，求你扎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感动。谢谢主，我们要同心合意，用主的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让我们信心来宣告得胜。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信心跟随云主火主带领，甩开不信，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盼望因着耶稣，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是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再一次用信心唱出这个得胜的声音。我们再一次一起来。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信心跟随云主火主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再次宣告盼望和能力，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
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你更多的宣告，更多的祝福就临到你。哈利路亚！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得胜呼喊，哈利路亚！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高唱哈利路亚！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盼望就临到我们，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这是我得胜的宣告，再来一次。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再一次得胜来宣告。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得胜。请坐，请坐，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的得胜从哪里而来？乃从耶稣基督而来。耶稣基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得胜的确据也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因为他是主。弟兄姊妹，我们用这一段的话语来宣告的时候，愿耶稣是我们的主这样的一个意念深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耶稣是主，以至于带领我们得胜。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更深的对耶稣说：耶稣，你是我的主。更深，忧虑不是我的主，我的病痛不是我的主，我的贫乏不是我的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大有能力，主啊，今天要充满在我们当中。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弟兄姊妹，更多来说。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
你指教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我要请敬拜团继续帮我们唱这一首这一段。耶稣是主。敬拜团，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用信心来祷告、宣告耶稣是主的时候，你知道你不一样了。当你宣告耶稣成为你的主的时候，你知道你不一样了。你要经历主成为你身体健康的主。你要经历主成为你财务的主，你要经历主成为你家庭关系的主，你要经历主，经历一切都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主在你的里面而不一样了。让我们今天有一个信心的祷告，有一个信心的突破，让圣灵来指教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主，好不好？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哦，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知道我们需要你成为我们的主。主啊，当我们在忧虑愁烦当中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眼目需要回到你面前。主啊，我们需要圣灵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唯有耶稣你是主。主啊，不是人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或甚至现在在所有这些世界的苦难成为我们忧虑的主。主，唯有你是平安的主，赐下信心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你让我们要带领我们进入牛奶与蜜之地。主啊，我们知道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你用云柱火柱来保护你的儿女。当我们宣告的时候，主啊，你的同在是真实的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弟兄姊妹再从灵里面来宣告耶稣是主。哈利路亚！更多说耶稣是主，耶稣你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我需要圣灵来指教我说，唯有耶稣是主。再来一次，哈利路亚！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唯有耶稣，你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是主。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儿女在你的面前，主啊，宣告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求你降下你的同在，降下你的荣耀，在你儿女聚会当中，主啊，在你儿女的赞美当中，主啊，在我们当中也使我们看见你荣耀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呼求，对神说，主，降下你的同在。哈利路亚！求你降下同在。哈利路亚！你的荣耀同在。主啊，你荣耀的，你自己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你荣耀的同在，让我们看见。没错，我要看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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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摩西分
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主，求你降下你的同在，哈利路亚！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再一次说，主让我们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让我看见你的神迹奇事，如同摩西让我看见，让你的医治，让我看见你的丰富，看见你的同在，哈利路亚！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真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利路亚！让我们来呼求主的荣耀，一起来呼求，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主啊，来怜悯我们，主啊，要呼求你的怜悯，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安息在你眼前。让我们看见主啊，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主，我们呼求你。你知道我们心里的不安，你知道我们心里的恐惧，你知道我们心里的难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慈爱怜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得着你的医治，得着你的供应，得着你的平安。当这世代充满不安、恐惧的时候，当这样的一个病菌在我们四周环绕的时候，可能当我们收到简讯的时候，我们跟这些确诊者可能有重叠的路径、足迹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就恐惧了。神，你在这世代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平安的处所。你是可以让我们躲避的隐秘处。说，让我们在同心敬拜的当中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是那场是永恒平安的主。不管我们是在现在的礼拜堂，或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我们
们敬前来敬拜你，我们来呼求主的名。主啊，怜悯我们，怜悯这个世代，怜悯台湾。谢谢主，你的真理要叫我们得着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感谢你应许你的圣灵，让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感谢圣灵透过你的指教，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悦纳我们的呼求，愿你来垂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哦？ OK， 好，我们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有，是徐若瑄哦，这隐性的名字了。好，我们欢迎欢迎，感谢主。愿主的赐福与你同在我们来看周报的消息因应全国的疫情虽然在第2集呢，最近我们知道桃园是加强版，对不对？但是感谢主，我们有超前的部署所以我们有申请，还是在这样100人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里面但是我们能够今天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个敬拜我们恳求神与我们同在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到教会的那你可以向你的小组长来申请登记我们可以参加实体的礼拜那在这当中所有的聚会活动我们会刊在第4页在第4页我们从礼拜6礼拜天早上的2场我们有这样的时间。周3的祷告会也有实体跟线上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来到教会一起来祷告，或者是在线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祷告。各个小组就看组长的通知那我们松原大学预备要开始有这样的线上跟实体的这样的课程在预备当中那关怀据点还是要等政府的通知我们也都在预备当中。好，那我们进到教会，请我们一样遵守防疫的规则那这虽然不舒服牧师讲到要戴口罩，真的也是很不舒服那特别要为我们牧者祷告。那我们遵守这样防疫的规定那如果你还没有打疫苗的我们如果你愿意打高端其实现在都是比较安全的，你知道吗牧师也打完了那如果需要可以直接跟我们的执事詹医师他的诊所就可以马上打了，不用再预约那我们真的是保护自己了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疫苗施打率提高是保护我们预防重症了。好，那感谢主，我们在今天第2场礼拜，我们有成人的洗礼跟信仰告白。那有张鹤峰弟兄，还有张金文姐妹他们也成为教会的一员，我们来恭喜他们好，我们教会的线上奉献的系统已经建制完成那还有一些的网站陆续相关在做建制当中。那牧师也实地上去从我们的你扫描那个 QR code， 你就可以进去选什么，我要选约定11或者是生日等等最少100元这样你就可以选，然后直接线上点就上传国税局，以后你在报税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跟国税局连线。那奉献的方式那看我们第3页那你也可以到超商转账等等，都是很方便 Line Pay 等等我们都可以运用这一些科技，或者是你可以到教会来做实体的奉献。那我们感谢神教会需要你的支持因为我们昨天在开完会财务还是会有一些的限制吃紧这样那我们可以找我们的会计那线上奉献系统这边可以扫描 QR code， 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奉献系统那你可以选
奉献，然后有感恩各方面那这一些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应用我们的系统都有加密这样那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登录会员，那以后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你也自己可以上网去查询你的奉献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有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奉献，让我们能够建制这样的一个网站，那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很方便。好，那如果有问题就可以跟我们的干事来联络。那我们礼拜三也有线上的讲座，我们徐永正老师非常熟悉的我们的社区的松联大学的弟兄姐妹同学那你可以把会议代码Google Meet 会议代码把它打上去，你就可以直接上线来听这样的一个线上讲座。那我们也恭喜我们的买贵珍姐妹还有郭慧芬姐妹她们有上女子神学院在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分校就有一个课程。神学研究科还有圣经科毕业，我们恭喜他们那完了之后要做什么？读完要做什么？要学以致用嘛就是在服事当中参与了感谢主。好9月的寿星有没有？如果你是9月的寿星，请你站立起来好吗？9月的，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我们来祝福他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们拍手来祝福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生命从你而来，特别我们真的是相信，从你而来的生命是要使我们过得更丰富、更丰盛。因为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得的丰盛的生活。使用我们弟兄姐妹，你先供应他们，让他们经历你的丰富，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供应的足够有余。主，让他们也不忘，让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你赐福他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再次来祝福他们，来。好，请坐。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马太福音14章31节，再一次来。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马太福音14章31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多种的都说，你要经历神的恩典，你就用信心来尝试。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
穷这一称呼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赞美你，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就是恩典。你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就是要来赞美你的名。不论我们是高山低谷，主你都看顾。你更看重我们的心，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传扬福音，扩展神的国度。我们献上时间，才能金钱为主所用，求主悦纳。奉献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说：上帝的话语带有神的能力，上帝的话语带有神的能力，请坐。上帝的话语带有神的能力，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话语来看见、来领受。弟兄姐妹，我们要翻开马太福音第14章，我们要从28节看到32节。马太福音14章28到32节。好，我们预备好，有 PPT， 也有可能也有看你自己的圣经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大声来读说：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感谢主，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谁上了船，风就住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碰到一些的困难苦境的时候，你还能够踏出这样信心的脚步吗？真的很不容易。特别是这些的患难，这些的忧伤临到你的时候，你还能够踏出那信心的脚步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9月1号是过着漫长的一段的暑假。我们知道过去的疫情带给我们好多的限制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张的照片哦。9月1号这些家长我以为是要看演唱会或什么，结果是家长因为现在疫情的缘故，所以他们只能够送孩子进入到校园，他们没有办法进去。所以你看，大家好像猴子一样攀在那个围墙要看到他们的小宝贝能不能够适应，因为第一次可能到学校去上课，平常都是在家里呵护着，但是第一次他们要踏进那个校园，可能充满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恐惧。你看如果仔细看，那个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也有很喜乐的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真的，我们生命要面对很多这些第一次或者是没有做过的事，我们都心里充满了一些的恐惧。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 FB 看到这些妈妈们、父亲们，他们po出他们的可能跟孩子的对话表情妈妈就说：“开学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呢？”那孩子就说：“阳台的栏杆怎样，很烫有人被烫到那妈妈就对话说：“太热了那你有没有被烫到？”孩子说：“我是第一个
被烫到的哦。然后我又去告诉其他同学哦，你们来摸摸看。小朋友哦，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会很好奇，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做过的事，哦，我们去经验了。你来看，你来摸摸看哦。小孩子不懂事，如果我们成人，我们是懂事的嘛，你不要摸哦。但是孩子怎样？孩子就很好奇，不然你来摸摸看，你来试看看，你就知道了哦。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也是常常遇到这样的故事哦。那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我们又愿意去尝试，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带来给我们一些的害怕，带来给我们一些的伤害。孩子用好奇的心情来踏出他们上学的第一次，他们没有走过的路，没有进过的校园，那可能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所以在这孩子的身上，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的好奇。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也是一样哦。那彼得门徒他们在经过10几个小时，这样在黑暗当中狂涛巨浪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哦。那突然有海中有一个人的声音哦，然后他们以为是鬼怪哦，他们看到人影，然后以为是鬼怪，但是耶稣告诉他们是我，你们不要害怕哦。那彼得开始就说：“那主啊，那如果是你就怎样？”他就愿意尝试哦。但是在我们看来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这样做吗？那今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疫情的严重，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踏出这样的第一步。今天感谢主哦，我们愿意踏出来。特别是昨天我相信如果在桃园在这附近的很多人都收到简讯哦，你的足迹可能跟这些确诊者有重叠。我奇怪，我昨天又没有出门，怎么会重叠了哦？当然他是从8月10几号到9月2号这样，我又没有去过，有啦，我开车过开车过这样也算呢哦。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无奈、很惧怕哦。那有时候我听说收到这样简讯哦，今天又有人把要来教会的退掉，你知道吗？就又不敢哦。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面对的情况如何哦，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挑战哦，那我们容不容许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帮助哦，然后让我们的信心能够重建，踏出你的房门，踏出你的家门，然后踏出就进入到可能现在孩子要进入到学校了嘛，对，还有进入到你的工作的场所，特别是进入到教会的大门。弟兄姐妹过去可能几个礼拜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可以有100个人，但是我们每一场大概怎样50-60个其实抓住这样的机会不要害怕了但是我们祷告神让我们真的是面对这样的疫情的当中如何做好这一些的防护那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也要来认识说，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是怎样对这些门徒，然后透过这些门徒要向世人来传达什么样。今天神也要透过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传达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意，然后你可不可以像彼得他们怎样去面对他们冲击挑战的时候走出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的困境我们怎样去因应？那也认识这样的一个信心。为什么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这个话语是到底是在对谁讲？对彼得讲吗？还是对那一群的门徒，或者是今天特别是你要对我们来讲话？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透过彼得来看见我们生命的软弱，或者是生命的恐惧不安。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说什么？主若是你。其实我们要回到7月4号7月4号牧师讲到意外旅程不知道我们还记不记得了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上文14章的22到27节。那门徒在耶稣的催促当中就告诉他们，你们先过去，
你们先过去对岸，然后我去祷告哦。结果呢，没有叫我们走叫我们走就遇到什么风浪，10几个小时呢，从下午一直到半夜。你看他们面对这些的风浪，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哈。然后在他们很辛苦、很灰心、很丧志，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生命的这一些的暴风哦。突然看到海面有一个人走来哦，有一个人影哦，然后他们就更惊吓，然后就说鬼怪啊！但是有一个声音说：“是我放心，是我，不要害怕。”声音好像很熟悉啊。但是这时候彼得就发声了嘛，一出声说：“主若是你，请叫我从船上，然后走水面，然后向你走去哦。”我一直在想说，有点奇怪啊，这彼得他是不是冲动了，或者是说他勇敢呢？弟兄姐妹，如果是你啊，你会怎么求？你会怎么讲？你会怎么讲？你会讲说让我从水面走过去你那边吗？会不会？延秀长老会不会？不会啦，开玩笑，我们又不是那个超人，对不对？可能你会讲说平静这个风浪吧，让这个风浪止息好吗？因为他们正很辛苦哦。可能你会说把我们带到岸边吗？赶快，因为我们在这边已经很辛苦了，花了很多的力气，我们可能还在原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逆风，让这些海浪在泼打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是我不要害怕。”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船上走到你那边。”这是真的是很勇敢。若是我也不敢，因为我没有轻功啊。但是耶稣就告诉他说：“你来吧。”他不会说你是什么猴形地眼眼卡台语啊，猴形地眼眼卡叫苍蝇带着龙眼壳，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看头看面了，你知道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耶稣却容许他。过去他们从5饼2鱼给5000人吃饱的主，他们经历过，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耶稣，你还能够让我走在这样水上吗？耶稣在这样过程当中跟彼得的对话，然后他就说：“你来吧，你来吧。”所以在解经家的他们的诠释底下，可能有不同的意见。跟他说：“主若是你，明明主说是我，放心啊，你们不要害怕啊。”他们熟悉了耶稣的声音，但是他还是不是很确信。如果是你，叫我怎样从水面走到你那边？这里有解经家说，可能他不信，他缺乏这样的一个信心。另外呢，我们看到也有不同的看见，就是说他不仅相信，他还要更深的去经历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权柄，在他的生命当中那这也反映出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反映的性格是什么？第一个勇敢，但是另外有一个解释叫做什么？冲动。他喜欢竞争，台语讲奉行爱出头。所以我们看到，当他得到耶稣的允许之后，他就开始做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他真的走下这样的一个船，然后在旁边有这样的波涛巨浪。那我们看到彼得他开始迈向了第一步，真的，刚开始走得好好，因为他看见谁？他看见耶稣，他向耶稣走去。但是我们看到下一秒，当他的眼目转移到旁边的这一些的惊涛骇浪的时候，突然平稳的道路却变成什么？下沉的道路，失败的道路。
有时候我们会在心里想说，我们专注在上帝的身上，专注在耶稣的身上，我看见你，我听见你。但是如果有时候我们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的眼目到了这一些的环境，看见这些危险失败的地方的时候，看见这些水可能要漫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信心哦。那在圣经里面，上次在7月4号我们有谈到，就是说，当时候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对海、对水的这样的观念是充满什么？充满着这个水域是充满着邪恶的力量的聚集的所在。这在远古的观念这个水是代表邪恶，还有它的彰显它的力量的所在。那类似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旧约，在近东的这样的一个文献里面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像我们华人对这样水也是一样说人生如什么苦海啦然后这个海可能代表它对我们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面对这些的狂风巨浪，可能这一些的风浪会溅湿了我们身体的衣服，可能它会影响到我们内在这样的一个惧怕。那当门徒或者是彼得他们行走在这样的一个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他的眼目转移，就好像他看见了这些黑暗的势力，好像在提醒我们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我们只看见这些环境所带给我们的困境、困难或是挑战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可能会像彼得一样，信心就马上降低、失落，然后我们看到那一些的感动，就成为一个什么？那种害怕面对我们所面对这一切的挑战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眼目转移，我们看见这些风，看见这些海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像彼得一样，就是崩坏了、失落了。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的焦点、神的身上那有时候我们如果专注在这些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害怕，越来越害怕。但牧师要去打疫苗的时候因为过去本身会有一些的过敏也会担心，你知道吗？就要祷告祷告去到我们的执事维先执事的诊所了那这边还是会紧张的但是祷告，我说神都在你的手中嘛因为这样的一个试验比较少，但是我知道它是从美国授权来的其实会比一般的腺病毒还安全一点副作用比较少一点那我就听着音乐听着诗歌祷告，然后就打了怎么都没有什么反应不会痛也不会酸麻那只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肚子会饿所以我看我的 FB 的就看到我回来就煮了牛肉面吃这样了那其他就都还好，一直到现在那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面对我要讲就是面对你不曾做过，或是让你担心害怕的时候，你会开始紧张，可能会睡得不好，或者为了明天的事，为了后天的事，你会开始烦恼，你知道吗？烦恼到睡不着，然后结果隔天我打完可能头晕，是这个副作用吗？还是怎样？可能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认为那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彼得很聪明的，在很危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能够怎样喊说主啊救我，或者说等一下我赶快祷告长一点祷告，来不及了弟兄姐妹记住这个祷告很简短的，就主啊救我。你知道我在准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神在提醒我了然后我们怎么样去祷告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危急的时候，如果是你自己或是你的亲人遇到的时候，很真实的，你怎么样去祷告，或者是开始你忧伤开始哭，
能够做什么？昨天早上然后，我在浴室啊，我9点在浴室，然后呢就听到房间有人在哭泣这样，然后哭得很大声，就是牧师娘，然后就赶快冲出来，怎么？我仔细听那个弟妹就传来就说我岳父要开车到茶园有翻车他85岁了，开车这个是跌落山谷的这个照片，就昨天的事那他就开始哭怎么会让他开车呢？因为到那个山上，到那个茶园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赶快祷告了。”那我都没有，我都安静我就走到书房我就开始发简讯透过我们的群组那时候岳父正卡在车上那另外一个会友他自己爬出来然后他没有办法，他就卡在车上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就说主啊救他，然后呢就发简讯让我们群组知道，一同为我岳父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来祷告那我是想85岁了然后还好他是开我小舅子的车那他有安全气囊。我在想说，如果他开他之前那个箱型车今天不是这样的情况但是那时候都还不知道，只是透过祷告，我说主啊救他。主啊，帮助他，唯有你他虽然是长老，我不晓得他在当下要翻下那个坡坎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会不会说主啊救我？即使是长老，即使是我们是做牧者，即使你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你会不会在当下赶快记得说主啊救我？那后来。看他还清醒当他被救出来清醒，后来发现大拇指有断裂了然后后来也转送到台中的荣总那昨天也在检查当中，是不是因为那个安全气囊有打到所以他胸会痛？那还是在检查，我们弟兄姐妹就为他祷告吧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昨天晚上还在对话，就是不是有心血管出血了，或者是内脏有出血了？那经过 MRI 也没有所以现在还在检查观察当中不过感谢主了那个车子要报废了，但是神怎么样拖住、扶持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当你自己面对这些的苦难的时候，你怎么办？主啊救我，你喊得出来吗？当你喊得出来，就像彼得，他可能面对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这时候耶稣就怎样伸出他的手，我相信耶稣伸手护卫着我的岳父看到那车子这样要报废了，但是神护卫着他。我相信在这样的群组的祷告，大家就开始祷告：主啊，你的手来护卫、来保护张坤赞长老。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会不会也可以像这样，在那种失去信心的时候，到最危急的时候，你还可以说：主啊，救我！不要忘记，你还可以求救这样的一个秘诀。当耶稣把他从这样的一个深海当中拉上来的时候，他就提醒他一句话：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刚开始你不是走得好好的吗？你的眼目不是定睛在我的身上吗？但是当你定睛在这些苦难困境的时候，病痛的时候，或是你的失败的时候，你所担心的这些事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失落了，跌下了，甚至下沉，没有办法再起来。但是记得，我们这个信仰就是在我们患难当中，神如何走向你，然后伸出他的手，他在拉拔你，他要
拯救你，他要帮助你。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耶稣如何走向他们？他们愿意让耶稣的手来抓住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脱离他们的困境。昨天在问道里，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在今天要信仰告白，她就分享了她如何过去在慈济人的角色当中，然后在面对儿女的苦难、生命的挑战的过程当中，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以后让她自己来讲那她如何去走出这样的一个忧伤，然后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弟兄姐妹，可能碰到这些困境，是让神的恩典走进我们，在这苦难当中，是让我们去寻求他，去抓住他，就好像彼得说：“主啊，救我！”在那种快要绝望的时候，主伸出手来接住他，来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念来。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疑惑是拦阻我们的信心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记得，这个都是在提醒，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些的借鉴。即使是在困境当中，我们还是会被这些疑惑、怀疑打败。主，你真的在吗？主，你是我所信靠、过去那赐福我的那一位神吗？为什么今天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碰到车祸，碰到病痛，碰到失败，碰到这些的挑战，为什么？你还在吗？你还是我之前所经历那丰富恩典的这位耶稣吗？有时候会从我们心里面有这些怀疑，但是神还是告诉我们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你为什么疑惑呢？”当然，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主就把彼得拉起来，然后门徒就迎接耶稣还有彼得他们回到船上。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叫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风就怎样停了，风就停了，还代表黑暗权势的力量。但是这里提醒我们说，当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船上的时候，我们的风浪就要止息。当你愿意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若基督没有在船上，可能他们要继续面临不知道在几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征战。马太福音14章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在说耶稣，可能也是在说我们，说我们人生的风暴，说我们面对了我们的困境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在这样的故事当中，他彰显的是这位耶稣掌管了万有，连海风都听他的。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够去经历那风止住了，你就能够经历说病得医治了。即使是在失败当中，神也提醒我们为什么，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走下一步。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张丹丽姐妹她如何走出她生命的忧郁，她面对她的未来，她如何走出来。我在2013年，差不多3月份左右的时候，就结束了一段5年多的感情。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其实心里就很难过，然后就很闷凉，但是我没有发泄出来，以至于说，我想说，我借由刚好有一个老板，然后很喜欢我，就找我去工作，然后我就想说，好，就衔接，让自己不间断的做事情，可能会忘记掉这样感情的一个难过，但是好像事情没有我想象的这样，反倒是其实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自己在房间里躲在里面，然后好像就开始会胡思乱想啊，然后一直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跑出来。那时候他们是强压我去神明面前，然后喝符水是用强压的，然后
我母亲她的朋友都会觉得我卡到脏东西，他们都会打我，然后我都会跑到陌生人的家里面去躲在他们家别人家的桌子以下都不出来。其实这些过程越来越严重，我妈就觉得不对劲了，这连庙宇都没办法解决，那势必就是把我送去医院了。医生诊断出来就是有一些忧郁、躁郁的情形，所以我要服用药物的。所以回来之后，可能医生下的药给我的药太重，导致我回来的时候我有一度瘫痪是不能动的。那我在医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我母亲在打理我了，因为我连我自己打理自己刷牙什么都没有办法，都是我母亲帮我打理的。感谢我小组长，那时候他们都一直陪伴着我。其实那时候我连赞美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是他电话带我一句一句念，我才念得出来。那我每天也读圣经，我甚至读经的时候还会把里面的话语边读边流泪，你知道吗？所以我才可以康复得这么快，因为一路上其实都很紧抓着神不放。看到的一些人还是有忧郁的情形，我只要看到这样的小朋友或者是家人们，我都会非常非常的心疼。所以因此我觉得我要来做见证也是因为这样，我希望可以透过我这样的生命来祝福到他们。希望主可以扩张我各个的生命，不管是我属灵的生命也好，我也希望可以透过我，然后来祝福到更多的人。这位姐妹她在她生命的忧郁、躁郁过程当中，因为有主的同在，她邀请主在她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她走过了她人生的风暴。耶稣其实也在向我们来呼召，说：“凡来吧。”就好像他跟彼得讲：“你来吧。凡劳苦担重担的、背负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负起我的軛，跟我学，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安息。”在这个世代，太多忧郁的人，即使是基督徒，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还有类似像这样的弟兄姐妹，真的，这个世代太多冲击我们，让我们失落了。年轻人呢？年轻人他们面对这些可能有一些情感的，有一些的这一些人事物了，他们没办法去面对，他们可能就好像彼得一样下沉了。但是当他们愿意让主的手来牵着他们的手的时候，他们重新恢复，然后踏出信心的脚步。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用信心的脚步来踏出我们那一些的困境。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展开无心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我
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来，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同与他同桌。奉主的名，欢迎凡属他教会的陪餐者一起来领受主的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向凡是归向他的人所说的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来吧，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的恩典、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做一天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有拿起饼来，他祷告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吃完了，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表明主的死，主的复活，主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当耶稣设立晚餐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谢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感谢，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够用。你是我们在苦难中伸出手拉住我们，把我们从下沉的过程当中重新让我们站立起来的主。主啊，你是在我们碰到危难的时候，你伸出你的手来拯救我们。当我们说主啊救我们的时候，你是那保护我们的主，你是那让我们在失败的过程当中再一次来看见你的同在，让我们看见你的供应，看见你的安慰。主，谢谢你，我们一同祷告寻求，愿你的恩典同在，保护看顾你的百姓，在这后疫情时代，有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好，我们可以第一层拿起来，然后第二层拿起来。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流的血所立的新约。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用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
弟兄姐妹，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主的复活、主的救赎、主的恩典要与你同在。我邀请我们再一次站立起来。如果你吃完喝完，再次用这首诗歌，我们要来回应神，信心就能够看见牛奶隐秘之地。信心要让我们看见神的带领，信心要让我们不断的经历在苦难当中，它依然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平安的所在。我们邀请耶稣与我们同在。信心看见牛奶隐秘之地，信心跟随云主火主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再一次来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在敌人面前，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再次拍掌，将荣耀归给赐平安的主。主啊，你是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的主。主啊，我们要用信心来宣告平安喜乐，没有人可以从主的手中夺走。主啊，谢谢你，即使我们是在患难困境当中，你依然在等待我们开口。主啊，救我！主，你要伸出你慈爱的手，拉住我们，免得我们继续下沉。愿主耶稣基督，你胜过黑暗权势的能力充满在弟兄姐妹的信心身上。愿主你的爱，永不改变的慈爱，继续成为盾牌一样护卫着我们。你所赐的圣灵，不断的感动我们，即使是在困境当中，我们能够呼求你，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救我们。你的平安喜乐，没有人能够从我们身上夺走。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
这是我的身体宣告。我们今天礼拜就到这边，愿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我们彼此来互道，愿你平安。